靠着阿德雷奇34分与16篮板，圣安东尼奥马刺今天105比94击败来访的达拉斯独行侠，以第7种子之姿晋级西区季后赛，也追平连续22赛季闯进季后赛的美国职篮 NBA 纪录。这是两队本季最后一场例行赛，也是效力达拉斯21年的诺威茨基 Dirk Nowitzki 生涯最终战。他今天上场31分钟，攻得20分与10篮板，在中场前47秒退场。马刺靠着自己赢球以及奥克拉荷马雷霆击败密尔瓦基公鹿，确定以西区第7的战绩挤进季后赛。西区首轮将面对丹佛金块。独行侠第4节开始1分钟仍落后18分，但靠着一波13比0攻势，中场前9分28秒追到78比83。但后来马刺回神接连攻的7分，之后就没再被逼近，直到中场。除了阿德雷奇 LaMarcus Aldridge 标出最高分，迪罗森 DeMar DeRozan 另替马刺添的19分，怀特 Derek White 与福布斯 Bryn Forbes 各缴14分与10分。独行侠则除了诺威茨基的双十表现，另有杰克森 Justin Jackson 和寇特尼里 Courtney Lee 各贡献14分，以及哈里斯 Devin Harris 12分，布朗森 Jalen Brunson 11分相助。